不好意思，不要来接，不要来接，除非等下会什麼的，會不給我播的。阿叔做得好啊，阿叔想啊。我是他老婆，我用他的錢不是天經地義嗎？你連做人你都不會做，那你還有什麼成功可言，對吧？要去污蔑我，還是詆毀、誹謗，還要干涉人家我老公那450萬，你到底你算什麼呢？你又去管人家的家事，是不是？人家又不娶你的，又不用你的哦，你這樣子做，你問心？你對得住你自己的良心嗎？你對得住你自己做人的良心嗎？做人要有品德哦，要有那個道德底線，對嗎？這麼盲目，那以後很多人都不敢生孩子了。真的，你都鼓勵孩子去虐待自己的父母，去搶自己的父母的錢，那是血汗錢。養大了，你們做人要有點良心，要回報自己的父母，懂嗎？不是去害去插子刀的父母，懂不懂？人家的家事，我用不用我老公的錢，你也要去管。說實在的哦，關你們屁事嗎？知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醜啊？你們真的是搞笑。你這些黑粉知道醜字怎麼寫嗎？要小看乞丐哦，很多乞丐都是非常聰明絕頂的人哦，真的。驗一下哦，或許到我成功的時候我會體現，或許就真的當我不行那個時候也會做乞丐也說不定哦。總之我一定要去嘗試做一次的乞丐，因為你們說的好爽嘛，那我就順着你的意咯，那沒所謂的，真的沒所謂的哦。咁你記得直播喎。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噶。咁啊，尋日何太做咗第2場直播啦。咁呢場直播呢，就叫做好突擊性嘅，本來呢係8點半啊夜晚，就突然之間去到8點鐘直播噶。咁如果冇留意嘅話呢，分分鐘都俾佢陰中咗噶。咁不過就睇到啦，佢今次嘅直播呢，就叫做出咗嚟戶外啦。咁有一種嘅情況睇到，就係嗰個所謂嘅直播公司咧，好似冇乜點好大力嘅支持佢喎。點解我會咁講呢？因為睇到已經係冇乜點拆禮物落去佢身上邊啊，可能啦係覺得啊拆嚟都冇用啦，不如唔好拆啦。咁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呢？咁我自己估計就係因為佢成單嘢呢個火頭太猛啦。咁樣拆完之後，根本都係得個吉嘅，咁不如唔好搞咁多嘢啦，由佢自生自滅啦。咁不過佢亦都唔係話完全由佢自生自滅嘅，咁因為咧係見到佢哋係有幫佢拆留言嘅，但係就冇拆錢啦。咁可能啊，咁樣拆錢落去，叫多都拆唔掂啊。其實佢而家呢一個抖音嘅帳號咧，根據我哋嘅觀察同分析啊，其實已經係限咗流噶啦。咁變成咧慢慢冇人睇啊，所以你見到佢直播嘅時候嗰個在線人數啊係越嚟越下跌嘅，跌到而家啦，其實平均都去唔到2000人噶。咁可能佢自己都未意識到咩事啦。咁睇嚟啊，佢再直播落去咧，只會係所謂嘅死路一條啊。咁前邊你又睇咗佢講好多嘢啦，咁其實佢所講嘅嘢咧都好癲好正噶，咁簡直咧就能夠出一本語錄啊。但係佢呢個語錄咧，你就唔能夠喺佢身上邊學到任何嘢啦，只能夠聽到佢不停咁鬧人啦，甚至乎啊，佢話就算啊做乞衣啊，你都要尊重佢啊，乞衣有好多叻嘅人啊，仲話自己啊要體驗一下去做乞衣喎，話自己人生總有一次去體驗到嘅喎。哇！但係你咁樣講呢，即係我自己有個意見啦。通常你條友講嘢呢就好回力鏢嘅。就唔知點解㗎，次次咧
都係好容易就中㗎。咁如果你嗰頭咁樣講完，嗰頭又中回力鏢，咁啊得意啦！咁分分鐘你又真係變回力鏢喎。咁佢做啲咩呢？佢成日呢就幫阿可伯賭命啦，跟住亂咁發誓啦，話自己講大話，就叫做成世冇發達啦，係好誇張嘅一個動作嚟㗎。咁不過啦，以佢而家咁嘅狀況，無論有冇講大話都好啦，其實應該都係冇乜運行㗎啦。話想發達喎，真係除非可伯係攞翻晒嗰450萬啦，但係嗰450萬其實比較難攞㗎。但係有一點值得注意嘅，其實可伯呢，佢係仲有一層樓喺香港㗎，係收緊租㗎，係佢自己名㗎。所以嚟到呢度你就知點解呢？阿何太一直死黏住可伯啦，就因為可伯唔係冇錢嘅，可伯係有錢嘅。咁而家就聽翻佢嗰個直播啦，咁我剪走咗前邊某啲部分啦，咁你聽下佢嘅偉論啦。佢今次出到去呢，就企定定啊，逼住阿可伯同佢企咗成個鐘啊。咁仲有話可伯呢，唔係外邊所傳嘅76歲啊，而係79歲啊。咁嗰啲湯呢，有咁粗，然後啊晚晚咁樣做咁多運動，可伯啊頂唔頂得順㗎？放2粒那個蜜棗就好了，煲出來的湯又滋潤又清涼。咁其實頭先條片都黃過標啊！是的，現在也能吃西洋菜哦，有的哦。嗰個人數其實崩盤㗎啦，同佢收盤，同佢今日收盤嗰個人數差唔多啊！佢今日收盤嘅人數大概1000人左右啦。咁而家嗰個在線觀眾都係1200幾啫嘛。我睇佢升唔到上去2000人㗎啦，而家嚟講應該比較難升到上2000人啦。人真好地方，是的，是的，是的哦。看一下這邊鏡頭吧，這邊有燈光，剛才那邊都完了，這邊有燈光。佢都走啦，咁其實有版權就前邊嗰段啫，我陣間剪走佢就得啦。呢個問題應該都唔係好大嘅。有一點熱的，但是還好，這個還有很大的風，有一點風起風了，不是太熱的。是的，今天好多人啊，你看一下。哦，歡迎新會員啊！佢直播似乎冇公司後台撐腰，而家冇咯，而家暫時冇咯，撐唔到啦，撐咗2場啦。晚上最好的景色，也是最多人過來散步啊、拍拖啊，都是這裡。看到了嗎？看到你們天天想那個你們的好婆婆嗎？唔會啦，唔會啦，佢而家咁嘅樣，周圍走係嘛？他不知道多精神嘞，他在外面跟我一起來散步。老公，等一下，要有人借口說什麼啦？佢頭先咪睇音樂噴泉咯。這裡是鴛鴦湖啊！我有朋友俾咗個78蚊嘅課金啊，佢就話辛苦晒啦，祝河馬早日崩盤，快跌穿1000，而家1300幾，仲未開始嘅，等佢到咁上下先，佢都未齊人，因為佢係叫做早咗出嚟嘅，佢早咗成半個鐘出嚟。粉絲寶寶，係啊，點點讚讚嘛，直播間是要那個熱度哦。全部人唔好留言，咁個熱度就下降噶啦。咁個熱度下降呢，咁就拜拜噶啦。其實咁樣做直播都好慘啊，我覺得係啊，即係如果以我自己嚟講，咁樣做不如休息。係啊，咁樣做直播搞唔掂啊。一定平台一定要我講的普通話哦，我也想講廣東話，還有人講話，但是
不行啊！水哥開唔到抖音啊，係啊，佢同我講啊，但係我都唔知點幫佢，啱啱俾咗條 link 佢咯，佢話要註冊先入到，係啊，佢冇大陸電話，佢1400幾啦，嗱睇下佢嗱今集呢，我哋啊睇下佢嗰個峰值啊，係可以升到去幾多？係啊，佢個峰值呢，即係佢最高峰嗰個人數。佢話自己唔打得工啊嘛，話自己唔打得工就唯有日日直播。佢嗰個講嘢嘅人都少咗啦，留言嗰度可能見到佢咁播多幾日就拜拜啦。佢下一波流量最勁嘅時候呢，應該會係上東張嘅時候。梗唔夠回本啦！就算佢不要讓人家有借口說我，到以後申請那個可以帶着伴侶一起開播那個才行的哦。謝謝啊，謝謝你們。我有朋友俾咗個100蚊課金啊！你們一定也是河馬應該玩到7月中㗎。愛心的人，很有心、很善良的人。因為佢呢件事呢，佢唔係一種叫做殺人放火嘅事啊！即係你冇死人呢，佢就唔會話去到最盡啊！咁所以佢仲可以直播㗎。咁而家係睇佢呢，能唔能夠透過呢啲直播令到自己復活到咯。如果復活唔到，留唔住觀眾嘅，咁其實都冇辦法㗎。粉絲團啊，我的粉絲寶寶，你們加了粉絲團沒有？沒有就加一下咯。係咯，佢都冇嘢講啦。佢係可以申請帶一個老公或者老婆去一齊直播嘅。是的，是在鴛鴦湖的，是的。嗱，個人數定咗喺度啦，上唔到啦。佢播多5-6次啦，播多5-6次得返幾百人噶啦，同我哋講嘅差唔多，已經消耗殆盡噶啦。即係我哋就一齊見證住佢個抖音拜拜咯。佢而家係個小號直播嘅人數都會多過佢啊，多過個大號啊。個大號玩死咗啦，你睇下個樣變咗啦，見到個人數咁樣。阿叔做得好啊，阿叔上啊！海積寶後面冇人講嚟啱面，你都係咁係個海積寶啊！有人家肯顧行冇咁。係嘛？阿叔做得好啊，阿叔。係啊。有冇海鮮有海鮮嚟嘅？係啦，係嗎？阿叔做得好啊。是的啊，很嚴格的。是的，是的，就是咯，很嚴格的。是的，就是咯，他咯。阿叔做得好啊，阿叔。馬上彈出來說什麼啦？你知道嗎？阿叔好正啊！我而家喺公司啫嘛，翻唔切屋企啊，咪翻咗公司咯。公司方便啊嘛，公司都一開就係啦。阿叔好正啊！唔係，其實我哋一齊祝佢生對雙胞胎都係好事嚟嘅，係嘛？我哋一齊祝佢生對雙胞胎都係好事啊！佢升緊啊，1500咯。咁可能頭先個阿叔吸引咗粉絲咯，叫阿叔出鏡啦，叫埋阿叔出鏡啦。有那些心態不好的人哦，老是舉報我的賬號，說我要我老公出鏡，說什麼博
一起走到哪里都是一起的哦，他就不给我们一起出境啊，我也搞不明白啊，是不是？不是我不让他出境了，好不好？佢是平台，是那些人举報我們，為難我們。謝佢謝啊，謝謝。佢而家咁樣企喺街度播都幾辛苦喎，係咪啊？謝謝大家。佢嗰度而家仲有幾多人啊？仲有1400幾人咯，升唔到上去，升到上1600又殺翻落嚟咯。到以後吧，我的希望能夠實現，要順其自然咯。我希望你生雙胞胎啊！是的，是唔係祝佢生雙胞胎都好嘅，係咪啊？祝佢生雙胞胎。佢而家唔會點鬧人啊！佢知道一鬧人就收皮噶啦。佢而家呢係要死播爛播，開到去1個鐘，係啊！佢而家出街咯，出街播咯，又熱又盛。謝謝啊，是的，我也很喜歡。嗱1375啦，你同我。那些人哦，心術不正的人老是刁難我們兩夫妻，那我也沒辦法。你唔好成日將啲嘢賴晒落我哋度先得㗎，即係唔關我哋事㗎，你冇人睇。一樣一樣，他們吧。哦，多謝送出10個會籍啊！你冇有小朋友出鏡係可以舉報喎。有小朋友出鏡可以舉報。咁好認真咁講，如果佢係好好地播嘅話，基本上唔會演變到而家咁嘅款咯。但係佢冇好好地播啊嘛，而家最大嗰個問題係佢嗰個直播又企喺度唔講嘢咯。除咗多謝都唔知講乜。佢有啲盲粉嘅，就話鬧你同舉報你嘅人都係不如你嘅，係啊，我哋冇你咁本事啊，可以喺度成個鐘淨係講多謝，我哋做唔到啊！你話我而家好似講賽馬咁啊，賽河馬咯。唉，唔好講啊！個直播人數我都唔知點解下晝3點播嗰陣時去到5000人。好咯，拗晒頭。哦，咁祝你生雙胞胎咯！而家1280喎，個在線人數仍然跌緊喎。嗱，而家睇下啦，佢會唔會崩盤？睇下佢會唔會崩盤？悶過第二句啦，好悶啊！你咁樣你個指數繼續跌㗎，你再唔講啲爆炸性啲嘅嘢，你河馬指數繼續跌㗎。你唔好再講多謝啦，你講一次人哋就沽你一次㗎啦，喺度罰企啊！嗱，河馬指數又跌啦，你唔能夠企喺度就係講多謝㗎嘛。佢嗰度冇乜留言㗎啦。佢講嚟講去都係嗰幾句，就讚個老公講究衞生，咁梗係啦，抹極都抹唔晒嘛！我哋話齋，我有朋友俾一個78蚊嘅課金啊，多謝支持啊！好悶啊！冇啦，冇水軍啦。佢冇晒水軍之後呢，就靜晒喎。佢冇人刷屏，同冇人洗嘢上去呢，佢上唔到去。唔好講廢話啦，講嚟講去都係呢啲。我哋講翻正經嘢。嗱，佢呢個榜呢，冇咗頭先嗰幾個人去刷嘢上去呢，佢係升唔到個在線觀眾噶。見唔見到？留唔留意到啊？哦，多謝23蚊嘅課金啊！佢而家冇啦，佢嗱。今日只要佢係跌破1000收市，就會係拜拜㗎啦。基本上連續2場挨近1000收喎。昨天去了大角灣，然後呢，然後沒游泳啊，我就顧着拍一點，就是跟大家一起互動。點解反而夜晚冇水軍？
佢未有 NCN 嘅，我查過啦。没游泳，昨天。我查過佢冇 NCN 嘅啦。之前我是會游泳的，因為這一次我就是做直播，想給大家看一下那周圍的環境，我就沒有游泳了。咁河馬梗係識游水啦，河馬梗係識游啦。咁嗱，我估計佢嗰個直播公司應該有budget㗎，每日個budget應該係固定㗎，佢固定咗個budget而家冇啦，即係未簽約唔能夠投咁多㗎嘛。即係我未同你簽約，我會唔會投好多錢俾你啊？換咗你同我都唔會啦，啱唔啱啊？謝謝大家的。個後台唔算好硬咯。謝謝。NCN 真係有啲公司下邊簽咗啲網紅翻嚟做管理咯。兄弟姐妹送出的禮物，謝謝。佢而家冇 NCN， 嗱個河馬指數跌到1221啦，係 NCN 啊，崩緊啦！佢人哋唔會用好多budget㗎，都未簽約。唔簽約咪幾千蚊，咪當養隻狗咁咯，養隻狗都係1000零2000蚊啫嘛。抖音舉報次數冇限額嘅，咁但係呢，你要舉報得中先得噶嘛。邊個話佢靚啊？佢咪自己話你哋話佢靚咯。佢都成日話我哋講叫佢離婚㗎，我哋冇叫佢離婚㗎，我哋叫佢同可伯生仔㗎，生對龍鳳胎㗎。嗱跌到1169啦嚇，河馬指數就嚟跌破1000點㗎啦，個樣窿㗎啦。佢見到個人數係咁跌啦，個樣越嚟越窿㗎啦。你嗰邊唔好留言。咦？有人科咗嘢俾佢喎，有人科咗嘢想俾佢，想穩定個流量喎。佢而家係1200幾。廣東話不行哦，平台但對我可嚴格。唔係，其實佢休息一下比較好啊，我覺得。尊重平台咯。即係如果係經營角度。我講國語啦，夾硬開都冇意思㗎，不如休息一陣啦。個狀態又唔係好，以佢自己而家嚟講，個狀態又差。1178啦，頂都頂唔到啦。再過多一段時間會再跌㗎啦，跌到挨近1000㗎啦。點解7月中啊？28號佢就去咗香港銀行度搞，我估佢搞一個禮拜，跟住再搞啦，又再搞多一個星期，可能上東張，咁咪咩咯？一個去到7月中啱啱好咯。佢係要做到自己流量死晒先會停㗎。哦，多謝科金啊，18蚊，多謝晒。所以年齡不分年齡的真的。崩啦，仲唔崩啊？崩緊啦！1123咯，會唔會跌穿新低呢？佢新低係995啊。如果咁樣收法嘅話，係日日跌破新低嘅話，佢冇得玩㗎。你計平均數嘛。唔使教佢㗎呢樣嘢。直播公司會同佢講噶嘛，你唔能夠話有啲嘢我知道就唔能夠唔講噶嘛，係咪啊？而家1162啦，佢知道㗎，直播公司有同佢講㗎，佢自己知㗎，係啊，你唔能夠乜都唔講噶嘛。快啲執佢落去1000日啦！冇課金喎呢場係冇課金。只有疼愛我，你說去哪裡找這樣的好老公，對吧？佢啲重複嘢我就唔聽啦，咁我講我自己嘅嘢啦。佢而家係冇人課金啊，有冇留意得到啊？係完全冇人課啊，都定晒。佢背後有雞棚都好啦，但係你而家冇人課金，冇人刷留言啊嘛。我有朋友俾咗個15蚊嘅課金啊，多謝晒。從心裡愛着那個人，愛着對方，你就永遠你就不會
會有出現那個嫌棄的，你知道嗎1181啦。哇！照咁睇，佢今日嘅高峰值呢係比上一場更加低，上一場有差唔多2200到，今一場佢高峰值得1500咋。他對我不好哦，那就是再多的錢也沒用啊。你話1186啦。是的，他就是1等1的好老公。都冇人問你，都冇人問你，你自己講。謝謝你。唔係佢，謝謝大家。佢來來去去都係嗰幾句啊！你明唔明啊？來來去去都叫冇乜特別啊，係好悶啊！嗱，又跌啦，跌破1000啊！嗱，跌破1000啊！1070啊，1070啊！大家拆落去1018啦！大家拆落去1000啊！1001啦！1001啦！大家一齊拆河馬崩盤，我哋集氣河馬崩盤。嗱992啊，992啊，跌穿咗上一集嘅最低啦，上一集得995咋，而家992啊，河馬崩盤啊，哇973啊，973、974，河馬崩盤啊！嗱，有冇得再跌？仲有冇得再跌啦？而家幾多啊？987上唔翻1000就好笑咯，個樣窿到啊！你睇個樣窿到，個直播人數。平台不給我講粵語啊！哦，多謝晒科金啊，都係發科金啊！啱啱跌穿咗咯，992咯，佢最低河馬崩盤啦，好難咯！而家其實你爆唔爆嗰啲料已經唔重要噶啦，佢而家個狀況係。睇佢自然死亡咯，我估計佢去到得翻500人嘅時候就冇得做噶啦，係啊，一定跌得勁啊！而家以佢而家嚟講，1027。我歡迎你來啊！我現在正在鴛鴦湖啊，來吧。其實佢罰企都幾慘喎，文件裡面唔好啦，非常歡迎的哦。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又上翻去咯喎！我見佢個平台嗰啲留言都靜晒嘅喎，個平台啲留言都靜晒喎，都冇乜留言喺度喎。嗱，而家開始刷下留言啦。而家刷緊㗎啦。咁你見到呢，有留言嗰啲人都開始多翻，突然之間多翻。刷留言就多人啦。係啊。佢啱啱試一試個低位。咁佢咁樣播乜意思啊？今日30幾度，企喺街嗰度咁樣播收手啦！佢真係收手啦，車錢都蝕埋啊！佢而家咁樣都唔知播嚟為乜，為道氣咁。咁你明知越播越少人睇嘅，你仲要咁樣鬥氣？當減肥當運動嘛，你企1個小時好正常，但係可伯都要企噶嘛，啱唔啱啊？嗱，1067啦，又跌翻落去啦。佢刷完留言都冇用啊，而家開始要刷心心噶啦，我估計。而家開始要刷心心噶啦啲人，如果唔刷心心上唔翻去噶啦。我也沒有說關我的事啊，那是我老公的，那是我老公的。你以為啊？唉，一講錢，而家呢，佢就喺度講啲嘢唔關佢事喎。唔係害緊個仔，我覺得最慘河馬仔。我就是去做乞丐，我也願意啊，我也捨不得花我老公的錢啊，是不是？咁可伯仲有錢嘅，你點會做乞衣啫？全部扮可憐啫嘛，可伯仲有錢嘅，你放心啦。我老公他過得開心。身體健康，過得幸福，我就滿足了。哦，多謝科金啊！佢而家1102咯，1102咯，嗰個河馬指數，
佢咁樣其實我覺得佢仔最慘咯，即係佢可能呢未必係一個好好嘅人，即係河馬未必係一個好好嘅人，但係呢，阿河馬仔都係18歲啫嘛，未必係咁壞噶嘛，但係你咁樣搞呢，佢喺社會上邊又或者間屋呢都麻煩㗎，我覺得。哦，有朋友俾一個78蚊嘅課金啊，多謝晒，咪害緊自己個仔咯，好多嘢回力標啊，係真係回力標好多嘢，我寧願佢1134咯，1134，可能呢點解有一波人入嚟呢？因為知道佢8點半直播啊嘛，咁呢一波人呢就咁樣咯，呢一波人就咁樣入咗去咯。佢去到500收盤就冇得玩㗎啦。咪回力標咯，咪害咗個仔咯，即係你好平心而論嚟講啦，真係好平心而論嚟講，個仔慘嘅係咪？咪一路搞嘢都係佢搞啫嘛，你講呢啲嘢都係佢講啫嘛，個仔有冇出過嚟啊？出邊好多人話傳係佢仔，但係我哋確定唔到係咪噶嘛。但係以佢而家嚟咁，以佢而家咁睇，個仔最慘咯。你估翻學唔會俾人笑咩？啱唔啱啊？翻學俾人笑都攞命啦，害緊自己個仔，搞咁多嘢做乜啦？你真係要追討行法律啦，啱唔啱？又唔敢行法律喎。冇人鬧事都冇人出聲。哦，多謝2個課金啊！得假髮冇裙仔，你唔好亂咁同我加，係得假髮，唔好亂咁同我加嘢上去。你睇下今日嚟課金嗰個都冇喺度啦，係咯，冇乜人課金咯。咪個仔慘咯，我覺得，即係你揾着佢嚟搞。去污蔑我，還是詆毀、誹謗，還要干涉人家我老公那450萬，你到底你算什麼呢？你又去管人家的家事，是不是？人家又不娶你的，又不用你的哦，你這樣子做，你問心，你對得住你自己的良心嗎？你對得住你自己做人的良心嗎？做人要有品德哦，要有那個道德底線，對嗎？好認真咁講啦，啲嘢呢，其實全部都係你自己講出嚟噶。你話人哋管你嘅家事，咁你一開始冇講啦，你上東張做乜啫？你直播做乜啫？這麼盲目，那以後很多人都不敢生孩子了。真的，你都鼓勵孩子去虐待自己的父母，去搶自己的父母的錢，那是血汗錢。養大了，你們做人要有點良心，要回報自己的父母，懂嗎？不是去害去插子刀的父母，懂不懂？基本上你唔搞咁多嘢出嚟，唔會整到咁咯，係咯。有一個警告㗎啦，佢已經，我發俾大家睇下，佢已經有一個警告㗎啦，我開嚟俾大家睇一睇啦。而家河馬指數1203啊，河馬指數。人家的家事，我用不用我老公的錢，你也要去管。說實在的哦，關你們屁事嗎？知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醜啊？你們真的是搞笑。你這些黑粉知道醜字怎麼寫嗎？我是他老婆，我用他的錢不是天經地義嗎？你飲啦，好正喎，好正喎！佢而家鬧你哋喎，佢而家鬧你哋喎，啊，好扯火喎！邊個激嬲佢啊？管好你們自己，把自己的生活過好，那才是明智的選擇。通過咗一個舉報啊，有啊，已經收到一個警告啊，害得到別人，那不一定，可能害人真的是害了你自己，因為你自己一個人的本性哦，那個德行，怎麼去對人家，怎麼去傷害人家，
那完完全全都是反应回给你自己的，知道吗？回應給你自己的，真的。佢而家發脾氣咯，佢發脾氣都發得好勁喎，成日發脾氣嘅喎。佢又鬧人咯，係咪啊？除咗鬧人都係鬧人咯。咪突然之間，佢突然之間發脾氣嘅喎，冇人撩佢，冇成佢又發脾氣嘅喎。我都唔明佢點解嘅喎，係咁突然嘅喎。謝謝大家的支持。講真啦，佢嗰啲粉絲留言啊，佢都睇唔到㗎啦，佢自己喺度玩單機版㗎啦，佢自己玩單機版就發脾氣，做人啊，仲話教你做人。你連做人你都不會做，那你還有什麼長功可言，對吧？有咩長功可言啊？人要好心一點，多一點去行善，那就是會積福的哦，積福積德，那你以後必然會有好報。佢知道咧搞唔掂啦，佢必須要鬧下人啊！佢一鬧人咧，就觀眾升緊上去啦，一天河馬指數升啦嗱，佢一鬧粉絲咧，個河馬指數就升啦，大家上去同佢戰啊！愛我老公，我就是愛他，年紀大啊，我佢對他要有父愛，要有愛人的愛都好啊。你們只有兩種愛的嗎？你有嗎？你妒忌我，那你也不要緊啊。我請問你有嗎？我就喜歡他年紀大啊。又嚟啦！佢又喺度想中意佢年紀大喎，咁你中意咯，我哋都唔會同你爭噶啦，係嘛嘛？唔係個個都可以啊咁大年紀都可以15000次噶嘛。我自己都還有單，我被人家騙了錢，我自己都還有單，知道嗎？我從來不會騙人家一分一毫，我只有被騙，真的，我都還有欠款單在我手上呢。佢係引戰嘅喺度。你們這是自打自己的嘴巴啊！老是說人家是騙子，到底誰是騙子？只有你自己是騙子，你知道嗎？咁你咪一樣話翻人啊！你又話人講你騙子，然後你又話翻人係騙子，係嘛？咁咪自己話自己。我從來都是光明磊落的一個人哦，做事正直哦。佢頭先鬧人可以舉報嘅係，鬧人係可以舉報嘅。佢頭先已經鬧緊人嘅啦。哦，多謝送出5個會籍啊！多謝晒啊！佢差唔多封噶啦。我預計佢啱啱鬧人嗰部分呢係差唔多封噶啦。係啊，一啱啱又有人舉報中咗，佢差唔多封噶啦。我們兩夫妻感情好，恩愛你也看不過眼，那是怎麼回事呢？佢鬧咗上去咯。人家夫妻恩愛不是挺好的嗎？佢呢係叫做鬧到你哋留言，佢係鬧到你哋留言。謝謝所有特登啊！對我的關心。但係你其實喺條街度咁樣鬧人都好肉酸咯，係嘛？你喺條街度講啲咁嘅嘢，企定定你唔喐，俾我做唔出啦。今日冇咗人出嚟撐佢直播咯，上唔到去個人我流。還被你們侮辱得少嗎？嗱，唔好亂講啊！唔好亂講，冇人喐過你啊！啊，唔好亂講啊！你啲嘢全部都係你自己講出嚟嘅，大佬。你出少句聲唔會變成而家咁啦。你無所謂啊，你要做到哦，不要去含血噴人啊嘛，不要去詆毀人，哦，不要去污蔑人。佢又嬲，個人數跌，佢又唔開心。個人數一跌呢，佢喺街嗰度又熱呢，加埋又肥啊，個天氣熱啊，流汗啊，所以佢嬲啊。佢係特登鬧人嘅，喺
等到你喺個直播間嗰度講嘢，佢特登㗎。你们真的很想我做乞丐吗？如果要我做乞丐，我都是开心的哦。我从来我真的是，我不像你们哦，看不起谁谁谁哦。我真的哪怕是乞丐，我都非常尊重人家的。冇，其實冇人睇唔起乞衣，咁你亦都唔好講啲咁嘅嘢啦。成日喺度引戰，咁講真啊，乞衣係咪嗰句網絡乞衣又搞嬲咗你啊？體現一下做乞丐的那種感覺。你做緊啦，做緊啦。你真的不要小看乞丐哦，很多乞丐都是非常聰明絕頂的人哦，真的。佢今日都多金句嘅喎，啊，如佢所願喎，做乞衣。哦，多謝科金啊，多謝50蚊。佢而家話做乞衣想體驗下喎，佢話做乞衣好聰明喎。如果真係好聰明，仲會唔會做到乞衣呢？即係佢個邏輯好奇怪，我唔明佢講乜嘅喎。我唔明佢講乜嘅喎。你如果乞衣真係咁聰明嘅話，點解仲會做乞衣呢？佢講嘢好奇怪咯，都唔明咩邏輯嚟嘅。寶寶加下粉絲團咯，謝謝。即係呢個人個價值觀係好恐怖啊！佢連一啲錯嘅嘢咧都可以講到啱嘅。謝謝點讚讚哦，謝謝。如果乞衣學你話齋咁聰明嘅話，咁係咪喺乞衣鬥嗰度請晒啲乞衣就可以發達啦？哦，多謝23蚊嘅課金啊！佢要鬥氣，而家咁熱，阿可伯又突個頭出嚟啦，博舉報係咪？佢合理化自己做乞衣。站在路邊不是乞丐是什麼？真的好好笑，有些人說話。嬲啦嬲啦！你估佢唔嬲咩？佢咪對錢嘅時候講得最肉緊咯。我多謝20蚊嘅課金啊！他穿一個拖鞋，都是我們本地的特色哦。他穿一個拖鞋，在這裡散步的，那你也可以說人家沒鞋子穿咯。邊有人咁講啊？係得你講嘅啫喎！哇你條友，但在這裡都可以說是乞丐的。哇！你條友係將你自己諗嘅嘢屈落去全部網友嗰度嘅喎。見識挺廣的哦，都是往那個方面想去的哦，先歪呀，不好啊這些。人數啊冇乜點衝到1400。聰明用在別的地方嘛，他肯定會有所長的哦，就是所以人的心態一定要好，你不好你就歪了哦，想什麼事都是往歪的方面去想，那到頭來是害了自己，你害不了別人，終究害自己。好似回力鏢咁喎，即係佢對住個鏡頭喺度同自己講啲咁嘅嘢咯，似唔似回力鏢啊？我覺得有啲似回力鏢㗎。喺度同你哋扣帽子，話你哋全部都係壞人，唔識尊重人，明唔明啊？我的直播間啦，他叫有一個4字的，謝謝你啊，謝謝。佢通情達理的粉絲。有俾錢你咪通情達理咯，冇俾錢你嘅咪黑粉咯，係咪？你而家個定義都係咁啦。好像他也沒在我的粉絲圈哦，但是他就是一直這麼支持我，我真的很感謝，很感謝，很感激。嗰啲普通話都講得唔好，嗰個叫做廣東話又唔得啊，普通話又唔得，其實好難聽得明佢講嘢㗎。參與我的直播間跟我聊聊天，謝謝大家的陪伴。多謝課金啊，多謝課金，15蚊，多謝晒。你做乞丐我也笑啊，我也開心啊。如果我真能做乞丐，那我說不定還更自在了。唉，有可伯喺度，你點會做乞衣啊？可伯仲有錢嘅，可伯係仲有錢嘅。
有朋友就資助我100蚊買假髮，咁我真係多謝你啦。我真係多謝你啦，唉，我都唔明點解啊！下晝會衝我上5000人咁多噶，佢而家1330，謝謝。應該差唔多落鐘嘅時候會跌噶啦，差唔多落鐘嘅時候會跌噶啦。我點讚讚吧。我有朋友俾個25蚊嘅課金啊，多謝晒啊！其實咁樣企喺度好辛苦噶，阿可伯嘅喺度突個頭，就下播咯。仲有幾分鐘就下播。我歡迎高級會員啊！歡迎高級會員啊！跌到佢1000都冇啊！全部喺佢嗰度，唔好留言。但係反而點解頭先佢嗰度鬧人係舉報唔到佢嘅呢？點解頭先鬧人舉唔死佢嘅呢？沒有設置啊。咁就好奇怪喎。好的都在這屏幕上啦，沒有設置啊。佢係咪有拉黑咗啲人呢？其實佢全部都好回力標噶，基本上任何一次都係噶。佢講啲嘢次次都自己中翻晒嘅。那演講話我肯定會講咯，我都是在這裡出生的，我怎麼會講演講話呢？對吧？我還能忘了自己的母。佢做乜講到母語就停咗嘅？哦，我知道啦。母語兩個字呢，可能又係違禁詞啊，冇得講啊。佢話鑑生吞咗落去啊，佢係知道嘅喎，佢係知道邊啲係違禁詞嚟嘅喎。呢條友嗱，而家1229啊，對，我在鴛鴦湖啊，我在鴛鴦湖。1229啦嚇，收唔收皮呢？我多謝25蚊課金啊！嗱，收唔收皮啊？係嘛？謝謝四哥哥。 1229。是一個很通情達理的人。咁其實如果我科少少俾佢，佢係咪又話我好通情達理呢？啊，揾日試下先，即係揾日呢，送幾毫紙俾佢，睇佢會唔會多謝我通情達理，睇下佢認唔認得我係黑粉。我呢啲佢一定當我係黑粉嘅喎。我現在沒在深圳啊，我在陽江，你認識嗎？你們認識陽江嗎？你日日講咁當然知啦。是的，是的，陽江鴛鴦湖。那有我飯還是沒有我飯，我都順其自然的哦。我又不強求那一點錢，你們老是拿這個來跟我開刀，有什麼意思呢？對吧？哦，你老是拿這個來跟我戳別人，有什麼意思呢？我都說了，最主要我老公過得好，我就好，是吧？你後來改咗口風，一開始你好強硬咁話要過100萬嘅，你話要100萬嚟做生意，你一開始又好強硬嘅。你們懂個屁嗎？那你連一個做生意的頭腦都沒有，那你是跟你解釋也是沒法解釋的。佢今日放開嚟鬧喎嚇。有生意頭腦的人，他就會想到我是為什麼要跟我老公一起去做生意哦。佢放開咗嚟鬧喎，滿身銅臭。這樣子哦，不去木匠是不去創業哦。我還有夢想，我還有理想。你講緊你個財商學院啊？嗱，後邊個都夠八卦啦。對。我一定撐到底，我一定會贏的。我們兩夫妻哦，我們兩夫妻同心哦，同心。唔係，我支持你哋生對雙胞胎嘅。共哦，有福同享。謝謝大家送出的禮物啊！河馬盤而家1336咯，佢而家定咗喺1000人嗰度啊，睇嚟1000人係基本盤啊，係啊，咁應該有800人到係支持佢啊！如果做生意佢呃呢班人嘅話，800人已經搞掂噶啦。係啊，佢大概人數都係1500左右啫嘛，唔多。1334定咗喺度咯。謝謝粉絲點的讚啊！謝謝。升又升唔到，跌又跌唔到，一升上去又落翻嚟，一跌落去跌到去992，佢又夾翻上去。這個膝蓋我遲早都要體驗
或许到我成功的时候我会体现，或许就真的当我不行那个时候也会做乞丐也说不定总之我一定要去尝试做一次的乞丐，因为你们说的好爽嘛，那我就順着你的意咯，那沒所謂的，真的沒所謂的哦。咁你記得直播喎。評論區是什麼人？説話這麼黑，那麼刻薄。咁講真，佢評論區不嬲都係咁噶啦。佢而家佢話要做乞衣啊，俾個兜佢，你而家都得㗎，你而家踎喺度都得㗎。佢企咗一個鐘街㗎啦，企1個鐘㗎啦。睇下會唔會跌破1000啊？而家1200。有啲人會叫後生好睇，有啲人會叫好睇。而家1200幾啦嚇。他覺得我老公的粉絲比我還多，真的，我在家裡也是跟他這樣講。咁晚上好。嗱跌緊啊，1205啦。沒我的份我也沒所謂的，真的真的，主要我老公過得好，過得幸福，我就好了。唔知點解唔停佢喎，今日好奇怪喎。我從來都沒想過那些什麼，我就算要錢，我都是想把他的錢越滾越大我想幫他我想把我們的家業做起來越做越大，這樣子想的我從來不是你們想的那種自私啊、騙子啊、訛錢啊、騙錢那種，真的我不會是那樣的人的。咁你咁急攞佢啲錢做乜呢？放100個先，1000個先，1萬個先都行。你如果唔係一開始咁心急攞嗰啲錢嘅話，基本上唔會發生到而家咁樣啊。你如果你如果係慢慢攞嗰啲錢嘅話，唔會演變到今時今日咁啊。基本上你慢慢做，慢慢攞，450袋晒啦，咁急。是一致的，我從來不會說那些什麼先口不對先的那種，我不會做那樣的事。同埋你做那樣子的人，你做生意用自己錢都得㗎。還更辛苦，你知道嗎？還更傷腦筋。我做事這樣子坦坦蕩蕩，你說我多舒服其實你做生意用自己錢都得㗎喎，你咁多年冇錢嘅咩？你基本上如果你講冇錢嘅話，你10萬蚊嘅生意你都做唔到，你點樣攞100萬去做生意啊？更何況話1000萬，基本上好難㗎。要影乜鬼啫？截乜鬼嘢圖啊？你對我話聽住個耳機截圖，我以為佢截我隔住個 mon 啊，嚇個心離咗嚟啊！冇用㗎，一下子俾100萬你處理唔到啊！你燒錢燒晒佢，燒下燒埋剩低嗰啲錢㗎咋，佢賺唔到啲咩錢啊！係處理唔到咁大嘅錢。我有朋友俾一個78蚊嘅課金啊，多謝晒啊！所有朋友送出的禮物跌啦，最後跌㗎啦，最後應該跌穿1000點㗎啦，分分鐘。佢鬧人點解冇事？因為可能佢已經冇人睇啦。佢冇人睇嘅話，可能舉報佢嘅人冇咁多啊。係啊。佢不停 cap 圖，而家1121啦，河馬指數。是啊，他的錢本來就是我老公的意思要追回來的嘛，干我什麼事呢？他們都是攻擊我啊！你說我受多的苦，我受多大的苦啊！我受的委屈真的不少啊！上東張係邊個嘅意思先？係咪？處理人家一分錢都沒有，那人家不用生活了嗎？那如果你的子女這樣子對待你，你會怎麼樣呢？嗱，1118啦，繼續跌啦。佢想落播噶啦，佢而家想落播噶啦。做人要做到問心無愧，你不要以為說得出就說，口不擇言，那樣子說話不行的。咁短時間，一陣間炸咗人哋幾10萬。打官司是的反正我跟我老公
是風雨同路的哦，不管多苦都要走下去的哦。可伯應該會改遺囑㗎，如果係咁，佢係仲有錢嘅，以我收到嘅消息。我有朋友送咗10個會籍啊，多謝晒呢位朋友支持啊！佢梗係首創啦，佢主播投訴觀眾，然後屈觀眾咯，即係佢唔係屈一個特定嘅人啊，佢屈一個特定嘅群體，而呢個群體咧係冇得還拖㗎。阿河馬巴閉咯，佢係屈一個特定冇得還拖嘅群體啊！嗱，佢話佢要做乞衣啊，佢話佢自己講㗎，唔關我事㗎。嗰個我嘅大灣區唔見咗啦，換咗其他人科上去啦，啱唔啱啊？你本身嗰個我嘅大灣區係見佢連續2場啦，就幫佢兜底嘅。你們的線真的是夠毒夠狠哦！說什麼密謀跟合法給死誰啊？真係很毒啊！你們的線，哎呀，我的線這麼善，怎麼被人家這樣子？這樣子侮辱、污蔑，這污蔑。而家1173咯。我希望我的老公活到110歲、120歲，那樣子他能夠陪我走完一生了哦。我真的不想他早早離開我，我真的不想他早離開我，那樣子丟下我一個人。仲有冇嘢講啊？呢啲講得太多啦，佢想喊啦係嘛？佢想喊啦。他活到110多歲就陪得了我一輩子的了。佢想喊啦係嘛？還有他再活多40年就可以了，他就是110歲，我再過40年我就有80多歲，那我就可以走完了這一場。哦，多謝科金啊！佢想喊啦，應該想喊啦。而家咁嘅款，差唔多喊啦。廣告講到咁，你知道嗎？我老公我呀，被你們這些網民哦逼着嘛。我跟我老公說，要不然我們離婚吧？我有提過啊。你們知道嗎？是你們幾乎把我老公逼死了，知道嗎？他你又賴我哋，自殺過2次啊，你知道嗎？還有一次大病，他差一點就撐不過來啊！是我不分日夜，3天3夜沒睡覺，就是照顧他。哦，多謝科金啊！喂，呢啲唔關我哋事嘅喎，我哋希望你百年好合，生雙胞胎喎。我哋冇要求你咁嘅喎，你又屈我哋喎，即係呢啲鑊我哋唔孭嘅喎，啊唔關我哋事嘅喎。是被你們折磨我們，是被他的子女折磨我們，啊不是我克夫，這樣子你都說得出來。唔關我哋事喎。我老公說的，如果不是我，他都死了90多回了，你知道嗎？90幾回啊！你虧你們還講說這樣的話哦，說我克夫，我的線到哪裡去看都沒有說我克夫，說我不知道多旺夫，說我人家懂得對我好，我都是旺每一個人的，真的。哦，其實佢呢，那些壞人我才忘不了的，真的。其實佢呢係好介意你哋講啲嘢嘅，佢係好介意嘅。好啦。不多說了，這一站就下播了啊！我們要回去沖涼。快去沖涼！你們都要早一點消失哦。做一點消失啊！佢講個休息咧，講到消失咁咯。你早一啲消失啊！即係我哋一齊集氣，希望佢生個雙胞胎。咁啊，河馬指數咧就1242咯，頂住咗啊！河馬指數都好硬淨啊！8點10分都已經開播啦，8點05分都開播啦。係咯，佢玩突擊。因為8點正好有那個音樂噴泉，所以我就提早了半小時開給大家看一看，這樣子欣賞一下。晚上好。
佢而家係要死頂嘅，佢唔死頂都唔得啦。以佢咁口硬，仲話自己有錢冇錢都要做一次乞衣俾你睇。你有邊個把口可以行到咁啊？所有朋友送出的禮物啊，謝謝所有朋友對我們的關心。唔上東張唔會搞到咁啦。其實上我東張咪搞死自己咯。謝謝，晚安。1217下回見。跌唔到落去咯，拜拜跌唔到落去咯。佢保住咗啊！河馬而家又頂住咗咯。佢如果佢係叫做跌穿1000咁樣呢，就可能下一場會再差啲，但係其實都冇乜分別㗎啦。佢而家其實都係1200幾啦，咁1200幾算唔算得上係一個好好嘅數呢？唔係一個好好嘅數咯。咁但係佢講咗好多嘢咯，今集係好多金句咯，又話要做乞衣，然後又將個波踢去你哋度。我想問一樣嘢。咁而家直播4000幾人啦嚇，咁我想問大家一樣嘢，有幾多人呢真係叫過佢離婚嘅呢？嗱，我自己冇嘅，我話冇叫佢離婚啊。咁啊，只不過呢，就話睇呢場花生咯。咁至於點樣收科真係唔知啊。而家佢可能係收唔到科㗎。我哋諗下，你大公文匯出完聲呢，佢又繼續咁樣搞喎，係咪啊？咁佢繼續咁搞都冇計嘅喎，係唯有等佢啲流量自然收皮咯。佢而家河馬指數1200幾收市咯，希望佢係生雙胞胎啦。歡迎新會員啊！佢自己回力標講自己，根本都冇人話叫佢分手，叫佢離婚嘅，冇㗎。大家咪講啦，唔好貪人啲錢啫嘛，你咪照顧佢咯。係嘛，攬住過世唔好害人嗱，大部分人都話冇嘅，係咪？全世界都冇人叫佢離婚嘅，應該係旺夫旺到仔女都冇啦。如果真係咁旺夫啊，會唔會一嚟到啊嗰450萬就冇咗啊？係咪啊？千祈唔好離婚添嘛！陣間你單嘢過咗，你整一整個樣再揾其他人咁點算啊？換個名咁啊，祝佢哋百年好合咯。三胞胎啊難啲，雙胞胎係有機會嘅，希望佢雙胞胎咯。成日講你哋嘅可伯哥，可伯唔係我喎，咁佢梗係啦，將啲嘢賴晒落你哋度啊嘛。我係想，即係佢嗰個結局係好難可以有嘅，因為佢而家係收唔到科啊，你明唔明啊？你點樣講點樣搞都好啦，佢唔係殺人放火啊，即係唔係一樣殺人放火，唔係一樣咧厭惡到咁強烈嘅嘢，好難要佢即係完全唔做唔講嘅，好難嘅。以佢而家嚟講，除非封號咯，係大範圍地封佢號咯。但係其實有咩可能啊？你覺得有冇可能大範圍封佢號啊？我又未至於咯，除非係之前人哋報警嗰啲嘢咯。但係佢第一次最多咪警告下。以而家嚟講，你見佢都仲彈下嘅，佢冇俾人 cut 咗。佢係安全落莊咯，安全落中啊！啱先講咗落莊啊，係啊，安全落中啊！日日出雙入對啊，不知幾寫意，1600幾票，咁睇嚟大家都估唔中啊！佢仲有大概啱先河馬指數1200幾點啊，但係佢好悶啊！佢最高峰嗰個人數呢，1500人咋？同上一場比呢，2000幾人又跌啊！你見到佢個流量呢係一級一級咁跌㗎。第一次直播15000人，第二次12000，咁去到後期第三次好似都有12000嘅。咁但係慢慢落去呢，就4000幾，4000幾之後呢，就變到一段時間嘅，去到上一集2000幾，到而家得返1000幾。我諗下一集應該仲會再腰斬啲嘅。1000都可能未必保得住啊！過多段時間，因為佢自己啲粉絲都收晒皮啦，佢自己都玩緊自己㗎。佢嗰啲粉絲群全部自己都拆晒嘅，係咪？佢而家嗰個粉絲群全部拆晒，自己又唔去管理粉絲，
唔去管理粉絲都算啦。咁跟住咧，佢又唔出聲喎，又拆咗群喎，趕走晒啲粉絲啊！佢自己係崩盤㗎啦。可能人數太少啊，係冇乜人睇佢啊，同埋佢突擊直播啊嘛，佢突擊直播已經播咗一半啦。其實佢而家應該捉到路噶，佢等你去舉報佢，佢仲有10幾分鐘可以拉翻嚟啊。咁佢爆完你哋之後呢，佢嗱嗱聲落鐘，咁就冇事啦。佢應該係咁啊，我估計佢應該係咁啊。如果唔係，你睇下佢每一場都係咁樣做嘅喎，係好奇怪喎。每一場都喺度最尾嘅時段嚟鬧你，佢係捉緊路，因為呢，佢而家有樣嘢嘅，佢條氣係頂住嘅，佢一路俾你哋搞，咁佢嗰450萬又冇喎，咁啊當然要揾人出氣啦。嗰450萬唔通揾可伯出氣啊？可伯仲有錢喺手噶嘛？你唔好以為可伯1蚊都冇，可伯仲有錢噶。咁可伯仲有錢喺手，佢肯定唔會得罪佢嘅，肯定會對佢好好地嘅。然後呢，佢係將所有過錯擺晒落你哋度。佢話同可伯離婚，基本上都冇人係叫過佢離婚，佢係屈你哋。然後就喺度講啦，要做乞衣又話成啦。咁網絡乞衣不嬲都係咁講噶啦，啱唔啱啊？咁大家即係如果大家開個 cam 都係網絡乞衣嘅情況之下，咁唔該你表現好啲啊嘛，你唔好乞衣到咁啊！坐定定喺度乜都唔講，就真係爭個兜嘅啫。即係你就算我哋呢啲都要不停咁講啦。即係你唔講嘢就輪到我講嘢嘅咯喎。就算之前我哋啲直播啊都講足2個鐘㗎，係咪？就算後期啊都講個半鐘啦，攰㗎嘛。咁但係你乜都唔講，乜都唔做，淨係講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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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唔係乞衣啊？係咪？做網絡乞衣都要做得專業啲，啱唔啱啊？即係網絡乞衣又唔係話一個好貶義嘅詞嚟嘅，我覺得咁啊，反正你網紅都係咁上下嘢㗎啦，係咪？咁但係你做得唔專業，你俾人講俾人鬧就唔該虛心接受，啱唔啱？你又冇做好你自己嘅嘢，咁啊直播呢就喺度，就算今日都仍然係咁㗎，佢係回力標嚟㗎，今日冇乜大戶㗎啦，佢今日冇乜大戶托市㗎啦，基本上都見唔到大戶，係咪？如果佢啲直播係我又唔幫口講嘅話，係好悶㗎，係嘛？好悶㗎。咁仲有喎，呢個網友咁講咯，人哋叫你離婚嘅就離婚啊？人哋叫你唔好貪嗰450，你又貪，啱唔啱啊？佢對住其實咁講，佢唔係對住個空氣鬧。佢嗰個電話咧係咁樣對住噶嘛，咁係用前 cam 去睇噶嘛，睇翻啲留言噶嘛。佢用前 cam 睇留言，即係照鏡。佢照鏡即係佢鬧緊佢自己，明唔明啊？即係你唔同我啊，我哋呢啲對住部電腦直播支 cam 影住嘅，我哋睇唔到自己個樣噶。即係佢而家係照鏡咁樣照住喺度鬧咯，所以佢咪回力標咯。佢發誓亦都回力標噶，係嘛？佢而家可伯咪日日喺度同佢咁樣咯。神醫咁樣講，我唔係好信佢神醫咯。如果佢老豆係去咗咁多年嘅話，佢14歲學到啲咩啊？你十歲以下都學唔到啲咩啦，啱唔啱啊？財商學院其實有同大家分析過好多次㗎啦。財商學院分析過好多次㗎啦，咁所以如果大家仲未清楚財商學院嘅話，就睇翻我哋嘅片。你打財商學院，我哋應該有幾條片係好詳細嘅，甚至乎我揾埋一個大陸類似嘅案例，就話你知財商學院係做啲咩嘅，係啊，咁基本上其實都係一啲好黑暗嘅嘢嚟嘅。星爺話臨時演員都係演員。有河馬同直播公司買一套餐，佢唔課金續會，公司唔會服務。你見到個筆值2-3場都係100蚊度啫嘛，反而係微信嗰個奇怪，微信嗰個1個禮拜課咗1000蚊。而家未有公司同佢簽啊！如果有公司同佢簽實咗約嘅話，我哋會喺 NCN 嗰度睇到係咩公司噶嘛。而家都未有，佢而家未有公司簽，我都仲等緊。我睇下佢簽邊間公司，到時八卦下。係啊，
層壓式推銷學校，佢好多老豆，可伯係佢老豆啦。佢呢句其實都好古怪喎。佢話可伯同佢又係老豆又係老公，咁啊大鑊啦！你同可伯生嗰個仔嘅話，佢應該叫阿爺定叫阿爸呢？嚇？14歲學好多樂器啊！大家估下個28號應該會翻香港啊！就算28唔翻29都翻嘅，點解啊？因為佢嗰個係約咗東張西望啊！佢係約過東張西望㗎。東張西望話會等佢哋翻香港嘅時候再採訪佢，咁佢應該係近期會翻香港㗎啦。咁東張西望就算拍完佢啊，剪佢嘅片出嚟都要幾日啦。所以我估呢件事去到熱度去到7月中應該唔會有太大差錯㗎，應該係去到7月中啊！佢呢一件事，因為佢自己都左搞右搞啦，佢又不停咁樣播，基本上如果佢唔係咁樣不死心，佢肯休息下嘅。基本上，如果佢而家咧休息翻1個禮拜唔播咧，可能會好啲。但係佢而家做嘅動作咧，佢拆晒啲群，唔去管啦。咁跟住選擇日日直播去自己講自己嘅嘢啦。但係佢直播所講嘅嘢咧，佢又唔夠爆。佢唯有就係頂唔順，我死忍爛忍，我忍到我落鐘之前咧，我就鬧你哋。啊！你成班衰人嚟㗎，話我點啊！佢落鐘之前去鬧你咯。佢幾次都係咁㗎，佢已經係捉到路㗎啦。係冇，就算冇人教佢，佢自己都捉到路啊！佢要一劍封喉，你要完全封佢喉，好難做到咯。始終佢唔係做一啲好殺人放火嘅嘢。上線幾耐俾人 cut 啦？佢今日安全落鐘啊，係啊。東張雖然個話罷睇東張，但係東張一播呢，我認為大家都會睇嘅。我認為大家都會睇嘅。農曆7月，你話何太揾佢啊？希望河馬會創新低，應該聽日佢再播會創新低啊！你放心啊，佢聽日會創新低。照我而家咁睇，佢。同埋佢嗰個係限咗流啊！佢啱啱係喺條街度直播，個畫質又低，本身嗰個流量都限咗流啦，啱唔啱啊？佢自己收播就冇受報噶啦，咁所以就係咁咯。佢臨收之前就鬧你哋啦，係啊，佢亦都只能夠咁樣，佢唔鬧就冇嘢講啊，係啊。佢頭先條直播係限流噶啦，等我陣啊，覆個朋友，佢同我講，佢8點半開始，咁快自己落鐘，佢8點鐘開始啊，唔係8點半開始啊，係啊，佢而家係集創新低，阿何太嘅直播，等我陣啊，我改個招題，集創新低。何太直播再創新低係咪啊？改個標題。佢自己唔想要，就話人哋想離婚，咁唔係人哋講兩句你就嚟噶嘛？啱唔啱啊？佢係好中意將所有嘅嘢就賴晒落人哋度。我發覺呢一類人呢，都中意係咁嘅，有乜嘢錯啊？你哋錯，總之我一定冇錯。原來咧，以前大時代睇嗰個丁蟹咧，即係以前我睇好多次啦。你睇佢做嘢咧，你係會好嬲嘅。但係你估唔到，原來現實真係有咁嘅人啊！即係活咁多年啦，係近幾年特別多呢類人咯。原來呢個世界真係有呢類咁樣嘅丁蟹嘅。今晚唔會再直播啩？我希望佢唔會啦，係咪啊？你叫我揾佢合作啊？佢應該唔制嘅。佢話而家採訪都淨係揾東張啊嘛，點會揾到佢啊？係嘛？你唔驚播完佢啲嘢俾你哋鬧咩？咁不過如果採訪佢嘅，佢自己喺影片度開炮俾大家睇，我覺得應該都幾過癮嘅。但係我認為佢又未必會咯。好啦，咁今集呢，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咁啊，大家有咩想講呢？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就下集再見啦，拜拜。
哦，多謝晒科金啊！咁今集多謝晒科金啊！梗係頂唔順啦，佢把聲咁難聽，戴住耳機聽好辛苦啊！好啦，我哋下集見啦，拜拜。